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从云南昆明飞往广东广州途中，在广西梧州坠毁并引发山火。事故原因与伤亡情况未明。据报道，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机组9人。由于飞机2分钟内从8000米高空坠落并引发山火，机上旅客和机组人员共无望生还。事件发生后，东航宣布停飞所有波音737型飞机，机队中有100多架飞机。俄罗斯外交部召见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并指美国总统拜登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战争犯罪的批评已将双方关系推至崩溃的边缘。拜登总统上周形容普京是一名战争罪犯，是美国高官自乌克兰战事开打以来白宫对普京行为所发出的最强烈谴责。克里姆林宫过后称，这是不可原谅的言辞。美国印太部队司令约翰·阿库林上将表示，中国在南海人工岛上建立核武装军事基地，对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美国确定缅甸军方对罗兴亚少数民族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讲话中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说，我确定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同时，美国政府多次确认中国在东突厥散的行为已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英国前足球明星大卫·贝克汉姆20日宣布，将拥有超过7000万人追踪的 Instagram 账户暂时借给乌克兰医生伊琳娜使用，让他记录乌俄开战后乌克兰医院的惨况。贝克汉姆在 Instagram 发布视频，宣布暂时将自己的账号借给乌克兰医生伊琳娜使用，供对方上传当地的医院实况，带网友一探战火之下乌克兰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近几周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导弹。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20日晚间证实，这些拦截导弹已被运往沙特。拦截导弹对于其防御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至关重要。俄罗斯外交部21日表示，由于日本对俄国出兵乌克兰采取制裁行动，俄方退出与日本签订2次大战和平条约的谈判，并冻结双方与千岛群岛争议性领土相关的联合经济计划。